下一個放學嘅班別係六 C。兩科加起身先100，好似，我真慘。下一個放學嘅班別係5 C， 同一時間放學嘅仲有3 boy。緊接住放學嘅仲有6 dog， 重複一次3 boy、5 C 同埋6 dog。我請慢慢行啦，注意安全啦。